烧红不调了。你醒了？你傻笑什么呢？不会是烧傻了吧？哎，还记得我是谁吗？真不记得了？我是你哥，啊，以后在外面见到我，管我叫大哥，记住了吗？鹏鹏，我确实不认识你了，你所做的一切都让我感到意外。原来没傻呀。唉，不过你做的这一切，也确实在我意料之外。依我所见，你已经成了齐胜欲罢不能的人，得不到便要毁掉。想必来江北之前，我一直对你过于关切，忽略了齐胜安插的眼线，而他早已对我们之间的往来了如指掌，定是他被惹怒了，才对你我起了杀心。这么说来，是本王忽略了自己的言行，害了你。这也怪不得你。在我看来，你我也只是泛泛的君子之交，是齐胜他想多了。若是能逃过此劫，回去后定要谨言慎行。没错，这次你我也算是生死之交了。说句推心置腹的话，争皇位的事儿，路途艰辛，任重道远，齐胜这个人性情冷漠，心机叵测，不是一般人斗得过的。你有没有想，以后不要再争了？你我不争便能平安了吗？是他一步一步把我逼到今天的。争，或许还有一线希望；不争，就只能等死。你和我这一点倒是挺像的，我也常有那种朝不保夕的感觉。一天自己的命运掌握在别人手中，就一天觉得不稳定。这次我们能不能活着回去，还说不定呢。你大可不必如此忧虑，齐胜向来行事周全，顾全大局。他这次的计谋被我们化解了，便不会硬安一个罪名来杀我们。他要再想杀我们，也要从头谋划了。看来你倒是很了解他。不过既然你我都知道了，我们还能活很长一段时间，现在就更不能饿着了。我去找点饭来，顺便打点水，啊。